2, 3。兄弟大家平安，欢喜主国外的日，吼，欢喜礼拜日。伫咱的腊日的中间，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礼拜。请问咱的腊日，礼拜日克伫第一日来上煞尾日。第一日，为什么第一日敢知？恁会记得，若即马80岁的人，30年前咱的腊日、礼拜日克伫倒位？上尾工，拜一伫第一工，对无？他是规个怎变过来？礼拜日怎变做第一工？伫即马的腊日。OK， 这是一个真水嘛是咱信仰影响即个国家，因为耶稣国活的时是伫7日的第几日？第几日？第一日，7日的第一日主国活啦。所以有当时看即个小可的变动，但是背后有真深沉的意思伫遐。7日的第一日，耶稣基督对死国活啦。所以7日礼拜日毋是第7日，7日的第一日，咱就怎安尼甲变过来啦。感谢主。所以每一个礼拜日都是咧纪念耶稣基督对死国活，然后咱的性命嘛，因为伊每一礼拜拢有定头生吼。今仔日咱是新的长老、新的执事上任，新的团契干部上任。咱来吟几首新的歌，好无？小可即个歌，小可行一个，咱就通来。445首。今仔日的圣歌队会伫讲道了后才献诗，所以等下师会若无叫因起来唱歌，你毋通甲师会提醒吼。所以今仔日的圣歌队是伫讲道煞走的。OK， 来，咱用真紧来。耶稣圣会照制度，经人当节来关顾。长老这份责任重，带主羊群行正路。来，耶稣圣会照法度，经人当节来关顾。丢了这份责任重，抓住羊群行正路。OK， 来，咱来看这执事上任446。圣会应该有执事，在早使徒立规矩，制度设立有因端，为服务会中高挂。所以执事的这份伫遮拢写啊真清楚，来。圣会应该有执事，在早使徒设立规矩，制度设立有因端，为何不会中高挂 ？OK， 来，咱来看635首。愿主旨意伫正伫地。所有的人的侍奉，每一个人的侍奉，包括毋是做长老，毋是做执事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生活就是伫咧传福音，传福音，报好消息，互每一个，互上帝的旨意当得正伫对呢。来，愿主旨意。来。愿主旨意伫正伫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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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主旨意伫正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万军的主上帝啊，何等的水，何等的日子，
有做软正的人，也阁受你器重，受你抹油，受你竞选，受你托付，恁着去到伫即世间的逐所在，伫遐做光做盐，恁着去将上帝是即世间的造物主。就爱应该就将一切阳光归伫主上帝，毋通归伫即世间的偶像甲人。但阮受你的警召，台湾伫遮敢若有5%的基督徒若定，阮若无起来保养，啥物人会当替阮去保养啊？阮的责任担当，愿主差遣，总是要互阮诚做一个会当发光的基督徒以前。愿圣神踮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圣化阮的性命，互阮的性命诚侪你通欢喜，会当互即世间的人羡慕。每一个性命诚做一个吸召，将人吸来到伫主上帝的面前。那阮礼拜就要开始，上帝啊，甲阮三合同在，圣神啊，你伫遮，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为阮得到荣光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大家新年恭喜！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咱搁三角组织做一会，因为伫主内面，咱是一家人。咱三角来吟这条诗歌，伫主内面，咱是一家人。来，第手来接我。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对大地高，永永远远。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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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大地高，永永远远。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是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伫这个新的一年开始，请咱互相来请安。请你甲咱的兄弟讲：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；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。请咱起立，离开你的位，行去较后壁、较头前的所在。找你真久无甲伊爱手的兄弟来甲伊请安，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。伫新的一年，咱互相来祝福，主耶稣的听要伫咱的中间，成做咱的祝福。因为有主，所以咱会当成做一家人，咱互相来恭喜，互相来祝福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彼此来祝福。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歌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再一次，来快点！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在耶稣里。最后一次，来，身体跟着我一起摇摆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
作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。今天我们如果翻开周报，你会发现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我们有3位长老，有21位执事，9位团契的会长，总共有33位长职团契会长，在今天要在上帝的面前以及众人的面前要来领受这个职分。愿我们为这些长职团契会长来祷告，愿神赐给他们智慧与能力，带领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是一个成为社区的祝福、家庭的祝福、国家的祝福，让这些领受职分的人都能够成为上帝大能的勇士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主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，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。我们要靠主灵来往此地，并要荣耀主宝贵的名。主啊，兴起！主啊，兴起！建立教会，使我们靠你坚固，成为合一的肢体，在你爱子的国度。主啊，兴起永福教会，兴起永福教会，使我们靠你坚固，成为合一的肢体，在你爱子的国度。是咱要求上帝兴起咱的教会，总是不是单这33位要成做大能的勇士，愿咱每一人拢会当成做大能的勇士，合伊的肢体来成就上帝国度。咱各三甲来吟这条诗歌。主要建立一群大能勇士，一群充满热的勇士。我们要靠主的灵去传福音，特别荣耀主宝贵的名。主啊，兴起联合教会，我愿靠你来坚固，成为合一的肢体，你的圣行的国度。主啊，兴起！主啊，兴起！联合教会，我愿靠你来坚固，成为合一的肢体，你的圣行的国度。留下这伫新的一年，愿咱每一人拢会当伫上帝面前。但上帝来讲，主啊，我伫这，请你差遣我。主耶稣安尼讲，要修成的罪，总是做工的人少。虽然今仔日有侪侪种子要来就任，总是做工的人无够，需要咱所有兄弟，咱互相彼此来扶持。当咱的种子、咱的团结在领导的时阵，咱来真做因的帮衬。唔知影你看你的隔壁的兄弟姊妹，你有感觉有啥物人应该本来坐你的边啊，总是伊今仔日无来。检查有的人今日无来，检查有的人伊永远袂过来。伫正月初1，咱咧欢喜过新年的时阵，咱的长风兄、长风兄弟，伊伫困的中间，上帝就接伊转去。检查我讲到这个名，有的人感觉真熟悉。有的人感觉真青分，总是我才会甲你提起一点。有时你早来做礼拜时阵，你伫楼骹，你就会看到一个无介大汉、闪闪，总是有满面笑容的兄弟，伫遐咧替咱摆花机车。安尼可能你就搁检查有一点仔印象啊，长风兄就是迄对兄弟，伊是咱育人之士的爸爸，伊伫遐点点。服侍，伊伫周间的时阵，带我的爸爸去北国山，去拄快老人坐轮椅的老人去听上帝福音。检查伊所做的代志，真少人去注意；检查伊所做的代志，真细，总是伫上帝面前，伊要真做胖胖的做。
伫困中，上帝接入去，总是一见到主的时阵，主要欢喜，开的双手讲，挂好佮真中的路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领受无共款，毋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亲像我徛伫头前来带领，因为咱的领受无共款，咱对上帝咱的回应都无共款，总是无分大甲细。去到上帝面头前，迄个寡妇会细细钱，上帝学了伊，所以咱千万毋好看轻咱每一个人，常常甲家己讲，我啥物拢袂当做。伫遮来恳求甲期待，伫新的一年，咱的新的团队、新的执事，甲咱旧的执事中集，咱要搁成做一个新的团队，咱要推动真侪事工，咱需要真侪工人。当你被邀请的时阵，请你毋通讲我啥物拢袂当做，请你会当欢喜来接受邀请。若是你无接受邀请，你嘛会当主动来讲，我会当做啥物货，咱三甲来做。长风兄伊无法度继续伫遐甲咱摆机车，所以若是你有即个能力的人，你会当甲我讲，我愿意来接伊迄个位。所以上帝伫每个时阵，伊有伊的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这个事拢毋是你我会当决定的，总是咱来备办好。主讲主啊，我伫遮，请你找见我。伫服侍中间，有时会拄着艰难，拄着困苦，做愈多，流目屎愈多。总是上帝，伊讲有一天伊要甲咱讲，你要得到好的奖赏，因为你是好个真中落幕。所以接下来要唱这条诗歌，毋是要唱互中集听、团契会长听，是要唱互咱每一个人听，是咱每一个人要对上帝所来做的回应，全心全意为主做工。直到迄日安然记主，咱三甲来吟这条诗歌。主啊，主啊，我的家，求你，求你赐给我，我很记你谁我了，我最主归去的基督，虽然是风雨也是伤心。他们是我为了心，专心专意为主做工，定好一粒安然的主。主啊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主啊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求你，求你差遣我。我献这微薄的生命，愿为主中用的器皿，哪怕是风霜，哪怕是雪雨，都不将我伙伴的决心，全心全意为主做工。直到那日安然结束，哪怕是风，哪怕是风霜，哪怕是雪雨，都不将我伙伴的心，全心全意为主做工，直到那日安然结束。咱用感谢的心来入耶和华的殿，伫新的一年，咱就用欢喜喜乐的心来到伊的殿前，请咱起立。
上主啊，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对你恳求，搁听候毋久，因为你丰盛的阻碍，我会当入你的殿，心存敬畏，伫你的圣殿敬拜。这时咱要来一起来念新的诫命，咱来念新的诫命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一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骨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咱这时同心来祈祷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全能的上帝，我们是你卑微又有罪的子民。我们现在谦卑虔诚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我们感谢你看顾保守我们2018年所有一切的日子。伫这个2018年所经过这日子，除了阮有所欠缺以外，阮无尽力成做你的采用，恳求你来赦免。总是你有缘疼惜阮，若想起上帝恩典，阮确实算袂了。当阮进入2019年新的主日，我们也要全然献上感谢及赞美，让我们对所领受的，以及在主带领之下，面对新的一年，无论环境怎么样的改变，我们都要用坚定的信心盼望，活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这些圣灵的果子，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至高的上帝的圣名。伫今仔日，阮有举行中级甲会长的就任，每一个人拢有领受对上帝来各种的恩赐。愿阮各一届由愿向你恳求，求你赏赐智慧能力，甲因三合伫地。伫阮永福教会有上帝国度的共同体，合伫你的旨意，共同为着2019年所有的事工，尽力来做。伫凡事内面归荣光伫你的圣名，也常时成做别人的祝福。这时，阮也为着蔡中峰兄弟伫正月初蒙主恩召，但伊已经煞这世间所有一切的着磨，倒转到上帝的国度，安息主怀。伫人情上，阮毋甘也怀念伊伫主内面所行所做的好行为，恳求主你安慰伊族，扶持因的心灵，因带因伫过来正月12所举行的瞻仰献花，搁袂礼拜，拢会当得到顺利平安，互因会当全然倚靠主，得到伫上帝家内的愿望。恳求上帝你垂听我们所有的一切呼求，愿你成为你自己的旨意，成就在你身上。我们这样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
即条咱要来恭敬来听上帝话，记载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，以及提摩太后书4章7节到8节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我用白话字来读。25章14节，因为亲像一人要去外国，就调伊家己的萝卜。将所有的交代因，一个互伊银5000，一个互伊2000，一个互伊1000。各照因的裁调，就去外国领5000个，随时去做生意，搁趁5000；领2000个，也是安尼，搁趁2000。独迄个领1000个去，就掘地。来藏密伊的主人的银，过久久，遮个萝卜的主人到，甲因算数，领5000个来，搁带5000，讲主啊，你交代我5000，你看我有搁趁5000。伊的主人甲伊讲，好啊，好搁尽中的萝卜，你伫少的已经尽中，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。通日你的主人会快乐，领2000个也来讲，主啊，你交代我2000，你看我有搁趁2000。伊的主人甲伊讲，好啊，好搁尽中的萝卜，你伫少个已经尽中，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。通日你的主人会快乐，领1000个也来讲，主啊，我知你是严苛的人。袂野的所在就要收割，袂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。所以我惊，就将你1000银去台伫地呢，担你的米，你的原米行李。伊的主人就应伊讲，派个平淡的萝卜啊！你既然知我袂野的所在就要收割。袂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，就着将我的银下伫钱店，我来的时通得到我的本银甲利息，所以就对伊摕迄1000来，互迄个有10,000个，因为既若有的要互伊有剩，无的连伊所有的也要摕伊。也迄个无利益的萝卜，赶伊伫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伫遐要有天靠家己切去。搁一位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。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，已经进跑走的路站，已经守所信的道理，但了后。有义的免流，甲我批判下地，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，伫迄日要互我，毋若互我，也要互见若信无伊显现的人，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人，也愿阳光甲娱乐归伫伊的大尊名。咱一元同齐来读遮个金句。伫咱马太福音25章23节，大意的部分，咱做伙来读。伊的主人甲伊讲：好啊，好搁尽中的萝卜，你伫少个已经尽中，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，通日你的主人会快乐。怀疑主人啊，好，这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。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是咱会再去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：假如这是最后的托付，告诉这是最后的交代。也即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开始2019年第1个主日，
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！很高兴我们在2019年的开始。人生真紧直直过，人生很快就过去。人讲人算不如天算，人说人算不如天算。人生是一个变化无常的状态。人生是一个变化无常的状态。你无法度通控制你家己的一切。你无法控制你的一切。你会当创什么？你可以做什么？你一世人你会当创什么？会当留落什你的一辈子可以做什么？可以留下什么？我想真紧，咱的人生会过，你就好好想这样代志。我想我们的人生很快就会过去，你要好好仔细的思考这件事情。我望一项事，你的一生要互人感动，要互人留念，你的一生要产生一个真大的影响力。希望你的一生能够留下感动、留念，而且可以成为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我望这个成做你我咱共同的祈祷。我希望这个成为你我共同的祷告。人生是一个旅程，人生是一趟旅程，无可能回转。不可能回转。伫路呢，定定会当有一个 U-turn， 会当有一个滑倒转的记号，但是人生你无可能滑倒转。在路上，你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回转的指标，但是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你不可能有回转的机会。不管对唔对，你的时间直直过，你的一生就直直过啦。不管对或错，你的人生就是一直往前走，不可能回头。有一个起点，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结束。有一个起点，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结束。你的人生真侪时阵，你无法当家己选择。你的人生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选择。你无当选择你伫倒一个家庭。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在哪一个家庭。你袂当选择你的父母。你不能选择你的父母。迄个起点毋是你会当把握。那个起点不是你能够把握的。总是健康的人，伊不管伫什么款的状况，伊只有一项我凡事感谢，然后抱着健康的态度，直直向前走去。健康的人，不论他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，他会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，不断的往前直跑。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你有你的任务，生命的任务伫遐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你的生命有你的任务。迄个任务你要去做完成。那个任务你要去完成。迄个任务要有去做。那个任务要去执行，要去做。你若无去做，迄个物件永远伫遐咧等你。如果你没有做，那个任务永远在那边等你。所以人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人生，你常常你要提出一个成果，毋知迄个阶段的成果你有啊无？所以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过程当中，都要呈现一个结果。不晓得那个阶段的成果，你是否已经有了？你的父母咧听候你的成果。你的父母在等候你的成果。你嘛家己伫咧看我的生命有迄个阶段性的成果出来无？你自己也在看你的生命是否有呈现出那个阶段性的成果。咱的上帝嘛伫咧看讲囝，你的成果毋知有出来无？我们的上帝也在看孩子啊，你的成果在哪里？所以人生到终局有一个时间点，讲遐结束啦。所以人生有一个终点，说到那里就已经结束了。迄个结束的时间是咱要去面对咱创造主上帝的时间。那个结束的时间是我们要去面对我们创造主的时间。当你面对上帝的时，你要安怎样去甲上帝交差？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面对上帝去交你的账？兄弟啊，迄是一个足严肃的事件。弟兄姐妹，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刻。有一个你甲我，咱来面对创造咱生命，互咱生命机会迄个上帝。有一天，你跟我都要面对创造我们生命主的时刻。每个人的起点无共款，每一个人的起点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过程无共款，每一个人的过程不一样。但是只要你这样，你有尽心啊无？但只有一个重点，你有没有尽心？耶稣讲，你有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啊无？耶稣说，你有没有尽心、尽力、尽力？每一个人来伫伊的过程的中间，真正有尽啦，伊的确有一寡成果出来。每一个人如果在他的过程当中，他已经有尽力的，一定会有一些结果出来。当有好的一段一段有结果的时，咱要来去面对咱的上帝。当每个阶段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，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上帝。若有人问你讲，某人你活着要创啥？如果有人问你说，你活着是为了什么？你会进化论甲咱讲，进化论甲咱讲，对单细胞到多细胞这个生命的转化，生命是无意义、无目的的。各位，生物告诉我们，人从单细胞到多细胞，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目的的，没有意义的。但是咱的信仰甲咱讲，你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。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。受创造的生命，绝对有伊的设计，有伊的目的甲安排。受创造的生命绝对有它的设计跟它的安排。所以，若有人问你讲，你某人你活着要创啥？如果有人问你说，你活着是为了什么？你会当甲伊讲，我嘛无一定知。
你可以告诉他说：“我不一定知道，但是我知影我的人生有一个目的。但是我知道我人生有一个目的。迄个目的是上帝创造我的目的，上帝留我活命的目的。迄个目的我知影我活着有目的。那个目的是上帝创造我，上帝让我活着的一个目的。但是迄个目的我爱去敲车。但是那个目的我必须要去寻找。是安怎人爱伫家庭父母教育？为什么人要在家庭当中让父母来教育？因为父母生囝，父母就点仔直咧找我的囝优点，我的囝特性伫倒位。因为父母生了孩子之后，就会不断寻找孩子的优点特色在是安怎哪里。咱甲囡仔送去学校，互老师教？为什么我们要将孩子送到学校，让老师来教伫学导？校足侪无共款的老师，嘛是点仔伫咧启发你的囝，看即个囝有倒位较特别的所在，迄个特殊性爱走出来。在学校有很多的老师来寻找我们孩子的启发，孩子的特色，他的优点，找出他的长处。真够数学的人袂晓游泳，很会数学的人不会游泳，会晓走的人可能袂晓英语，很会跑的人不会英文，所以逐个人拢无共款。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你我咱家己咧敲找咱人生的目的甲意义，你我都在寻找我们自己人生的目的跟意义。这是创造，这是创造，这是创造的信仰，这是创造的信这是仰，基督教的信仰这。是基督教的信仰。所以你伫这个信仰内面，你家己本身要有一个真要紧，我不断地咧敲找我到底是什么人，我会当做啥。所以在这个信仰当中，我们很重要，要不断的去寻找我到底是谁，我为着要要做什么。实现这个自我的目的，为了要实现这个自我的目的，我迄个过程，我都爱亲像马该博士讲的，宁可我甲烧好完嘛，无爱刻咧当遐新鲜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就像马杰博士他所讲的，我宁愿烧尽自己，也不愿让它朽坏，宁可甲烧好尽，宁愿烧尽，亲像蜡条。像蜡烛一样。所以迄款的生命是不断点仔伫咧把握每一个时刻，我拢爱发光，我拢爱发光。那样的生命是不断的把握机会，让它发光，迄个伫咧珍惜时间，在珍惜时伫咧间，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，然后为着要我的生命会当发挥到伊更较悬的价值，我知影我有限，我爱甲人连结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挥到它的最大的一个机会、能力，与别人连结。十字架就是迄个加号，就爱我个人伫咧甲别人加在一起。十字架就是那个加号，让自己与别人连结在一起。所以基督徒都爱培养一个会当甲人相甲和睦相亲的特性。所以基督徒要培养与别人和睦相亲的一个能力特色。我要甲别人相听、相和、相帮衬。我要跟别人相爱、相合作，互相帮助。逐个人的优点怎啊连结到顶？每一个人的优点都连结在一起，尽我家己一生的气力，尽自己一生的能力，我尽啊过来帮衬别人，我尽了，而且去帮助别人，别人尽啊过来帮衬我。别人也尽力的来帮助。所以有一日，当我若软正的时，我袂惊吓，如果有一天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惶因为恐，我知影伫基督的内面有人会陪伴因为我。我知道在基督里面有陪伴者，这个是咱活着的目的，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，发挥家己的生命的价值，发挥自己生命价值的意义，佫会当来陪伴别人、帮衬别人，又可以陪伴别人、帮助别人，然后会当荣耀上帝、利益人。然后可以帮助别人、荣耀上帝。这款的信仰，直进行落去，就亲像保罗所讲的。这样的信仰一直发展下去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：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，我已经竞争又好的竞争，我已经尽跑走的路站，我已经进了跑的路程，我已经受改信的道理。我已经守了该守的信仰。迄个值得我持守的，甲值得我跑走的，我尽去走啦。那个值得我持守的、值得我跑的，我已经都尽力了。保罗伫遮咧讲了3摆，我已经。保罗在这边说了3次，我已经。所以迄个过程，这个人，所以在这个过程，这个人伊付出伊的所有一切，他付出了他所有的一伊切，珍惜一切，他珍惜一切，然后伊家己的生命的价值，逐日都是咧努力要按怎样直直发光。他把他的生命的价值在每一天努力不断的让它发光。最后，伊伫造物主上帝的面前徛地真坦然讲：主啊，我已经尽啦。他能够在造物主的面前非常坦然的说：“主啊，我已经尽力了。”然后，迄个造物主甲伊讲：好啊，好佫尽忠的奴仆。然后那个造物主对他说：“好，好又尽忠的仆人。”
最后将天顶的阳光的面流赏赐予伊。最后将天上荣光的冠冕赐给他。人上大的骄傲感，毋是伫创造主的面前，伫遐甲伊讲，我已经尽了嘛。人最大的一个骄傲，不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说我已经尽力了？即摆问题兄弟，毋知你的逐日的生活怎样？现在问题是，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现在的每天的生活是如何？一年一年直直过，毋知你咧创啥物？一年一年过去了，不晓得你在做些什么？毋知当年你会当对主讲，主啊，我已经尽了，我有结这个果子来互你。不晓得每一年你是否能够对主说：“神啊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结出这些果子来给你。”咱做父母的若看到这囝逐年有一寡成果，咱的心实真安然。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子女每一年有不一样的成果，我们心里就得到安慰。咱若看到囝逐年拢踮咧熬，毋知咧创啥，咱的心真着急。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孩子每一年在那边转来转去没有成果，我们心里着急。上帝伫面顶咧看每一个囝子。上帝在天上看着每一位的儿女。毋知咱要安怎，互咱天顶的上帝安然？不晓得我们要如何让我们在天上的父安然？耶稣伫遮讲一个譬如，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比喻：上帝国亲像，上帝国像，上帝国亲像后壁安尼。上帝国像后面这样子。上帝国亲像一个主人，伊要离开去。上帝国像一个主人，他要离开。伊要离开了后，就将伊厝内家业交代的人5000、2000、1000，照伊的才调交代因无共款的程度的责任。主人要离开的时候，将他的仆人交给他们5000、2000、1000，依照他们不同的恩赐，一段时间离开，拢毋知当时要倒转来。一段时间离开，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回来。突然倒转来了。突然回来了。迄个5000的真欢喜，讲主人啊，你交代我5000，看我佫赚5000转来互你啦。那个领受5000的非常高兴的对主人说：“主人啊，你看我又赚了5000在这里。”有认真、有拍拼、有成果的人，听到主人倒转来是欢喜。有认真、有努力、有成果的人，看到主人回来是高兴的。然后2000的嘛讲，主人啊，你看你互我交代我2000，我嘛佫甲你赚2000啊。那领受2000的看到主人也很高兴，说：“主人啊，我又赚了2000在这里。”真心的人看到主人转来时刻，拢真欢喜。尽心的人看到主人回来都非常的高兴。独独有一个人不欢喜。单独有一个人他不高兴。迄个1000的讲主人交代1000，伊怎什么代志拢无做，甲迄个1000摕去大担土呢？那个领受1000的领受之后，他什么事都不做，就将那1000块钱埋在土里。埋在土里的意思是什么？埋在土里的意思是什么？伊拢无创啥，他什么都不做，规工拉蛇，每天走来走去，日子直直过，日子一天天过去。伊唔知咧过什么日子，他不晓得是在过什么日子，嘛可能真无闲，也可能很忙。但是咧过日子生活，拢是过伊家己爱的，唔是主人交代。但是在过的日子都是他自己要的，不是主人交代的。听到主人倒转来的时，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伊开始着急，他开始着急，伊找真多理由，他找很多的理由，但是。徛伫主人的面前，主人讲：“你所有这理由拢笨死。”站在主人面前，主人说：“你这些理由都是垃圾。”来人啊，甲这个所有的拢摕去抢来，甲摕去互迄有的。人来将他所有一切的都拿去给别人。各位，耶稣讲上帝国亲像安尼。上帝说：“上帝国就像这样子。”咱嘛是一个受托的人。我们也是一个受托的人。这个受托要紧，不是5000、2000、1000。这个受托重点不是在于5000、2000、1000。耶稣讲，迄个托伊5000、2000是照伊的才调。耶稣说，那托他5000、2000是按照他的恩赐。其实我今仔日我会当过来改这个譬如。牧师今天他可以改这个比喻。迄个1000的真认真，佮尽力去赚，佮赚1000倒转来。那一个领受1000的非常认真，又去赚了1000回来。因为伊真认真、真尽力，主人会甲伊讲好啊好，佮尽忠的萝卜。因为他非常的认真尽力，主人会对他说好又尽忠的仆人。迄个2000嘛有可能真认真拍拼，佮赚2000倒转来，主人佮甲学乐。那个领受2000的也可能很认真去赚了2000回来，主人赞美他。但是可能迄个领5000的怎啊，扑一个走伊家己的路。主人交代伊拢无做，但可能那领受5000人他就离开了，什么都没有做。主人交代的，听候主人倒转来时，你这个佫歹佫扁担的萝卜。等到主人回来了，说这个坏又懒惰的仆人，是赶伫外面黑暗的所在，他妈啼哭，被赶到外面黑暗的地方去哭泣。拄则伫咧讲中风兄，刚刚在提到长风兄，中风兄
伊是一个照看是一个细粒子的人，长蒙兄看起来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弟兄，但是伫侪人的目睭中，你若注意看，伫迄个真恬静的中间，伊咧做代志。但是在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的，他在安静当中在做许多的事伊情。几十年来，到三道长老拢去到养老院，踮遐伫咧陪伴遐个住伫养老院内面的人，逐礼拜佫上早出现伫教会，拜三出现伫教会迄一个人。10几年来，他跟着3多长老到安养院去照顾那些老人。10几年来，他每一个礼拜3，他都是最早来到教会的。伫遮我想到耶稣看到迄个寡妇献的细两个五厘的迄个奉献，让我们想到有一个寡妇，她投了2个小小的钱的一个奉献。因领受的是1000，她领受的是1000，因领受的可能是500，她领受的可能是500，这个寡妇领受的可能是200，这个寡妇领受的可能是200。总是伊献2个小的钱，但是她奉献了2个小的钱。耶稣学了，耶稣赞美她，讲伊奉献的比众人奉献的搁较多，耶稣赞美她说，她所奉献的比众人因都还要为伊是把多，所有的拢献出来。因为她是将所有的都奉献出侪人的来。奉献是拢有剩的食了，有剩的连迄个沙仔摕来，搁算一个才。许多人奉献是他剩下的，甚至是他零碎的。因为上帝国亲像安尼。各位，上帝国就像这样。我最近我凭着一个我35年前家己写的，对我家己的期许。牧师是他最近翻到35年前他写下对自己的一个期许。我回顾我的过去，甲展望我的未来，这35年前。他回顾自己的过去，展望未来这30年。我12岁时立志做牧师，12岁立志当牧师。18岁中中高三的时，规个学校我是唯一一个无去考大学的学生。18岁的时候，牧师是全章中唯一没有去考大学的学生。因为我一心一意，我干那要做牧师，要读神学院。因为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去读神学院当牧师。去年6个月前，阮一寡同学慢慢佫扣10几个人，毕业43年的，从中毕业43年的班上的同学，扣斗阵，逐个人也过来讲王庆才，当初你是唯一无去考大学的迄个人。去年6月份，他们有些同学聚集在一起，距离已经有43年，大家还提到这件事情。你是唯一没有去考大学的人。然后我迄个时咧拍算，我28岁到51岁，我尽力侍奉。牧师打算他28岁到51岁要尽力的侍奉教会。然后我51岁拍算到65岁，我做一个自由的团队，行入伫宋乡的所在。51岁到65岁的阶段，他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传道，进入到弱势的团体当中。所以伫原住民的中间，其实真侪人真捌我嘛帮助袂少牧者。在原住民的当中，不少人认识牧师，也帮助了许多的弱势教会的牧师。因为我一心有这款对家己有一个期待。因为牧师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。但是照看51到65，这个我无做。我即摆伫咧期待65的时，我开始人生的另外一段。牧师自我反省，51岁到65岁，他并没有做得很好。他现在期待的是65岁以后。每一个阶段，我拢替我家己伫咧想一寡物件，到底我要呈现什么物件？每一个阶段，牧师都在思考，到底他要做些什么事情，呈现些什么事情。我30岁时，我讲我一世人我要写5本册，无拍算我真早我就写了。牧师在30岁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写5本书，没有想到他很快就写完了，但是很小本。但是迄一年是变做公报社的畅销书。但是那一年是成为教会公报的畅销书。我5本了，因为我少年的时候，我立志我写5本册，我都封闭。我从那时候我就封闭了。写了那5本书之后就封闭了。但是这礼拜我家己突然我想到一本册，我可能要写。那这个礼拜牧师突然又想到，应该有一本书他要写。耶稣的死亡神学。耶稣的死亡神学。我感觉耶稣。这个耶稣他一生死亡是一个对伊遐尼要紧。为什么耶稣这一辈子他死亡在十字架上是这么重要的事情？伊一生直直行对十字架。他的一生一直走向十字架。然后伫遐家己点倒。然后将自己点燃。33岁尔。33岁而已。真侪人真惊死。很多人很怕死。耶稣佫一生直直行对死亡去。但是耶稣一直走向死亡。然后伫遐迄个死亡泉。
迄个死亡的镜像，伊怎甲改变变做荣耀？他将那个死亡转化成荣基督耀。徒是安怎唔惊死？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？因为耶稣影响咱，因为耶稣影响我伊们，重新解说死亡是啥物。他重新诠释死亡是什么。所以，这个死亡，我是感觉，我爱搁继续对遮搁行落去。牧师觉得这个死亡，他要继续往前走，去写它。呀，我想，我拄啊伫遮，互我评着35年前，我留落的淡薄，做一个分享。我望你开始咧修稿，你的活，你要创啥？有一你的死，你要面对上帝。耶稣他翻到30年前所写的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也期许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想想自己的日子要如何呈现。那假使有一日，假如有一天，天使来甲你弄门，天使来跟你敲门，某人你剩3个月通活，某人你剩下3个月可以活，我毋知即个，我才写3礼拜，可能搁延一个3个月。我毋知你即个3个月你要安怎做安排？不知道这3个月你要如何安排？你若剩3个月通活，你逐日的生活的方式会改变啊无？你剩下3个月可以活，你的生活方式会调整吗？我想值得你搁想看卖安尼。值得你再思考看看。其实我原来35年前边仔迄个时间，我有列，我若剩3个月，我要创的物件，但是今仔日无时间，所以我爱甲单调，会使去无。牧师35年前就想过这个问题，如果他剩下3个月，他要做些什么事情？若剩3个月，你的生活方式要安怎活？如果剩下3个月，你的生活方式要如何过？拄则咱搁咧讲中风兄，刚刚我们又在提到长风兄，伊暗顿夜咧甲厝内人斗阵食饭，他晚餐还跟家人一起吃饭，到12点，大人去看拢还搁好势好势。到12点大家看他还好好的，困到天光，他会怎无起来食饭，睡到天亮，为什么没有起来吃饭？就转去啦。就回天家了。正月初一透早，初一早上，那假使咱还阁有3个月，你的生活方式有可能就是你即句的生活方式，你要开始调整到遐去。如果你还有3个月的生命，你要开始调整你的生活。你想要创啥？你想做些什么？你要甲什么款的人斗阵？你想要跟哪些人在一起？你会怎样安排你的纯真短的时间？你要怎么安排你剩下仅有的时间？我望不管你安怎安排十字架，不管你如何安排十字架，你拢爱甲这个十字架刻伫你的时间的内面。你都要将这个十字架放在你的时间里面。望这个十字架影响你对所有时间行程的安排。希望这个十字架会影响你所有行程时间的安排。你的人生毋是你会当控制，你的人生不是你可以控制，所以你得随时准备好。所以你要随时准备好。耶稣不断地咧甲咱提醒，迄个时间亲像贼突然到，耶稣不断的提醒我们，那个时间就像小偷一样，会突然出现。毋知你准备好啊不未？晓得你准备好了没？你现在该创一寡什么代志你？现在该做些什么事情？有一日你要对上帝交差。有一天你要向上帝交账。你若真正真心真性真咱一日，你有安尼伫咧迄个过程你真啊，你会真欢喜得到上帝的懊恼。如果你真的有尽心尽性尽力，那你会得到上帝的奖赏。假使咱啊，逐日拢安尼欢喜欢喜安尼过，空占土地，有一日咱来交差要安怎如？果你每一天都浑浑沌沌的过日子，那要交差的那一天将要如何？我直直对耶稣有讲，拢对十字架伊的人生的重点，伊的人生的结论，伫咧安排伊头前的路。我们牧师不断的学习耶稣在他的十字架上面，如果从那个结论来决定他现在要做的每一件事情。你想讲有一日你的蒙牌要安怎互人来写你的座右铭？你有天可能要想想看，你的墓碑上面要怎么样让人来写你的左右铭？迄个蒙牌迄句话有可能，你都要用一世人去完成迄句话。墓碑上面的那句话，你可能要用你的一辈子来完成。所以迄句话毋是梦，毋是梦想。那句话不是梦想迄，个是不断地咧实践，到最后真正显现。那句话是不断的实践到最后的一个成果。所以每一个时间咧做什么代志？每一个时间要做什么事情？保罗讲，我已经尽跑走的路站，保罗说：“我已经尽了该跑的路程，我已经守该守的道理。我已经守了该守的道理。
啊，咱毋知会当安尼尽心尽性来完成咱的所托啊无？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尽心尽力完成上帝的托付。有一日咱要面对上帝，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上帝，骄傲的最骄傲的就是咱有真正有完成所托的使命，然后徛伫上帝的面前。最骄傲的是我们有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，站在上帝的面前。这个是主人甲你讲好啊好啊，搁好搁可靠的萝卜，那时候上帝要跟你说，你是好又可靠的仆人，通入来甲我享受主人的快乐。可以进来分享主人的快乐。我想这是人生上大上大的奖赏，这是人生最大的奖赏，无在伫你领偌济，不在于你领受多少，无在伫你的才情怎样，不在于你的才干如何，在伫你真正有尽力伫咧做一寡代志嘛。重点在于你有没有真的尽力在做一些事情。等下咱要长老上任、执事上任、团契的会长上任。待会我们有长职团契会长的就任，我望今仔日的上任到明年初咱交出去的时，咱真正家己嘛感觉真坦然讲，我尽力啦。我们希望今天就任之后，到明年初我们能够交出一张漂亮的成果。无人伫即个过程拄着代志讲，我无爱啊，我无爱啊。没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困难，说我不要了。任何的艰难，拢是咧磨练你，要互你更较有经历，要互你成长。任何的艰难都是在磨练我们有更好的一个成果跟学习。所以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每一个这份完成所交代。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每一个职分，接受上帝的差遣。咱三个来祈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愿主愿主教示阮，领受这个生命的水，领受这个生命的美好，用感恩来完成每一个受托。用感恩来完成每一个受托。无有一个人是空占土地，没有一个人是空占土地，无有一个人是逃走，没有一个人是逃脱离开伊的原则，离开他的原职分，拢会当到尾，互上帝讲好啊好，搁尽忠的萝卜，都能够到最后得到上帝的赞美，尽忠的仆人，搁好搁值得信任的萝卜。又好又值得信靠的仆人。我安尼祈祷，我靠主的名，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阿。门。即条圣乐队要来带咱会众来唱回应的诗，我伫遮。当圣乐队在唱诗的时候，我们会众他们用口唱，我们用心和一样，同样的心对上帝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
即条咱等下要来举行长老的就任，咱即时要来吟圣诗445首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唱圣诗445首。耶稣圣会教制度，敬人当节来管顾，长老这份责任重，带主羊群行正路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这个时要来举行洪建仁会馆长老甲第位长老的上任，三甲伫主的面前做上任的誓约。我要请问恁三位，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，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？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、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？恁欢喜做永福教会同会的长老，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，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，协助牧师治理教会，来归荣光上帝。恁有诚实遵即个意思来行啊无？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，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矩啊无？这个时我要请会长起立，然后我要请三位长老长身好毋好？咱三甲，我要来问这位会长，恁已经经吴会馆、郭智慧、洪建仁来做恁的长老。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？因照法度治理教会，恁就欢喜承受来顺叹。恁要安尼行也无？
恁着敬爱因，体贴因，替因祈祷。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，爱恁得着救，恁着帮赞因，互因较为尽做长老的本分。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大声通知小会来说法，毋通四过报扬，致到妨害大局。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宣告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福同会小会的官兵，设立恁做永福同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，煞通通知，互遮的正信徒知，即个职分是照规矩来交代恁。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，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因，毋通出入勉强，是着存欢喜的意思，做羊群的模样。就大牧者显现的时，要得到袂败坏永远的免流。阿免。会众请坐。咱用普卡声来表示咱对因的支持。毋望恁阁继续替阮遮的做牧师、做传道、做长老的祈祷。OK， 来，这个时咱来，请坐，多谢。是毋是爱接纳？爱哈，好来，牧师嘛会犯错呢哈，来，顶礼拜我嘛犯错哈，来，请这个长老，皇帝长老，咱这个长老，咱来接纳。我无看到皇帝长老，来，咱甲这个已经完成使命的迄个会灵长老甲皇帝长老，甲因拍一个扑仔来，好毋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。即事的就任当咱咧吟圣诗446首的时，请遮的即事来到遮的头前，446首到最后一节啦，到最后一节。圣会应该有即事，在早使徒立规矩，制度设立有因端，为服务会中高管，请来起立来吟全首。众请坐。
来这边请车。这边这会当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另外，教会事工就是互相有人互相提醒啊，吼，啥提醒啊，然后咱会当更较水。OK。爱感谢上帝。伫现在的教会中间，真侪教会要选长老选袂出来，为了选着嘛无要做；要选执事选袂出来，为了执事选着嘛无要做。逐个人拢会当真简单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性命献互你。但是真正讲，某人你半规年啊出来服侍，真侪人都提示。所以要安尼祈祷真紧。要安尼吟诗，伫吟诗的中间，甲这个歌词唱出来真简单。真正来讲，某人你倾将你的人生献予上帝，啊无来逐个月将你的收入拨一部分来感恩奉献，有的人都搁摕起啊，有的人工时间献钱祈祷，真侪时阵无伫教会。咱要感谢上帝讲，主啊，永福教会。感谢你的恩典，才有侪侪人吟诗讲，我伫遮真找我，因真正嘛用行动安尼咧实践，所以这是通欢喜的事。但这个是执事的象征，咱要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誓约。恁当要领受执事的职分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啊无？恁愿意做永福教会的执事，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、传道师甲长老，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。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独伊做主。既然关系教会的事务，就外靠伊来设法。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矩也无？这个时，我wanna请咱遮的执事向后转，好无？请会众起立。我要邀请所有遮个会众，咱三甲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这是咱的誓约。恁已经竞选区别力、魏慧兰、李俊贤、李义珍、林琼香、华信忠、华美满、洪志明、张淑珍、张惠聪、张一乐、陈静茹、黄世敏、黄胜益温、杨丽蓉、蔡美惠、蔡永学、肖仲玲、肖敏浩、罗美玲、骆祥友来做恁的执事，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？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，恁着敬重因、疼惜因、替因祈祷，恁约要安尼行啊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大声通知互社会说法，毋通四过报扬，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。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宣告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福同会小会的官兵，设立恁做永福同会的执事，煞通知众会友知，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。当恁受设立做执事，协助牧师、传道师甲长老，就存清气的良心来办理教会事务，互上帝名得到荣光。咱三甲来祈祷。
主上帝伫耶稣基督做地基的教会内面，愿用圣神所充满的喜乐，伫遮接受这个20几位新任的执事，要来服侍永福教会以及教会的兄弟，以及保养福音伫社区的中间。愿即群阮的同工，真正侪上帝所欢喜、众人所羡慕甲学乐的服侍者，是上帝国的天使，受册到伫逐所在的。愿圣神领受阮的誓约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OK， 咱来请会众请坐，咱请长老来接纳，好无？哦，这都爱行两排咧，吼！后壁再过来。咱即个誓约的方式，誓约者过来面对上帝以外，过来面对会众。我想这伫台湾可能我若无看到。咱拢伫咧，互咱的信仰直直有一寡丰富，互咱的信仰毋是干那固守传统。愿上帝欢喜咱所做，会记得时间是家己去找的，时间毋免人叫，时间家己爱直直敲找，要安怎样真正互咱手所做的工，会当搁较荣耀上帝，搁较利益人。为着安尼，每一个人真正伫咧敲找，咱会当创啥物？咱甲因拍一个扑克咧，好唔好？愿主保守，愿圣神固守你的心心灵，咱到最后拢会当互主来学乐。好，咱真多谢来请回座。这个是我原来要邀请咱的国团契的会长，国团契的会长，咱这个只有9个团契，感觉也阁有一个失落，9也阁无完全，咱来加一个10全10美，好无？3道长老，搬3道长老拢伫咧带咱1、20年伫咧做安养院的工作，所以3道长老已经80几咯，80几。第位长老，恁爸爸几岁？哈？81。你看3道长老。伫山顶陪伴遐个长辈，安养院81，伊也阁无提示。来，咱来请所有这个团契的负责人，即句行来头前，好无？圣歌队队长、圣经学院的主任、主任的校长、少年团契会长、青年团契会长、少年团契会长、妇女团契会长、亲密团契会长、手掌团的团长，以及安养院，那敢若佫减一个哦，有遮实在是真好。咱原来 ，OK， 来，你要领受教会团契会长的职务，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调命啊无？你要领受这个职分，恁着活靠教会头耶稣基督，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分。恁要安尼行无？宣告：我用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福同会小会的官兵，设立恁做分会。圣乐队队长，圣经学院的主任、主日学的校长、少年团契会长、青年团契会长、少年团契会长、妇女团契会长、亲密团契会长、手整团的团长，以及安养院的会长，
你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，常常关心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伫上帝的名。阿门。咱活动心好吗？活动心，来请所有遮长老，咱来接了会场，咱来拍一个扑克咧。团队你嘛来哦，真多谢恁，真多谢恁，有你们真好。OK 哦，你要继续做我的模范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真正要感谢上帝，互咱有真侪人伫周间看无到的时，拢有伫咧替咱伫咧走总安排教会各种的时间。咱教会逐礼拜对9点半的礼拜，随时通过网络送到全世界去，所以咱这是通欢喜。请咱继续为着永福教会来祈祷，互咱会当伫正兄弟面前，特别咱遮个团契，有人伫咧讲小组的教会，我甲你讲，长老教会这就是小组，咱的教会不拢是都一组，所以咱遮拢是牧羊人，我们都是牧者，你们在负责你们那一个羊圈里面的羊，愿上帝赐福你们智慧能力，以一份谦卑、热忱的心，咱搁一摆甲因拍拍啊，好唔好？请咱所有的人用祈祷来破他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咱即条要来回应上帝的听，请咱来奉献。请会上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这条要来请牧师来介绍甲报告。
愿上帝施恩赐福，伫咱所做，才有规个朋友伫咱的中间，咱真欢迎老丰源兄弟伫咱的中间，好无？一楼，这个若敢若是对丰源生的款吼。OK， 迄个奋达的亲人郑伟，请问你伫倒位？4楼。OK， 郑伟，我们欢迎你哈！上帝祝福你。来，还有无？我想遮有一个吧，迄个圣恩的朋友思莹，来，咱甲这个是圣恩的朋友哈。咱的青年部的部长退任啊吧？也袂，还佫现任的部长，所以圣恩是你管的吼。嘿，说你管得哈。OK， 来参加圣恩的接受上任吼。毋知还佫有朋友伫咱的中间无 ？OK。中华区的区会，拜五会伫咱教会举行，所以请咱代祷牧师做区长，团队是书记，黄岐全长老是财务，即句拢咱教会管的。礼拜日咱有要召开中集会，所以请中集准备心吼，请中集准备心。拜三暗暝祈祷查经话，咱暂停到2月底3月初。OK， 拜六即礼拜拜六10点伫咱教会要举行，拄则伫一个纪念的中兄的个别礼拜，请兄姐代祷，然后来参加。咱请商人遮有心的遮，咱逐个人三甲来退于吟诗。来送别，这个时我想咱来为着正月份寿星，好无？正月份的寿星，请起立好毋好？咱这个正来请起立，然后伫咧唱这首歌的时，请身边的遮个拢替咱家握手，好无？甲梳一个头，上帝祝福你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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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都嗨呀落你嗨，哎落你哎落你哎伊都嗨呀落你嗨哈！这是咱教会真特别的祝生日的歌。上帝施恩赐福年纪若加添，上帝甲人若听你吼。手情团来赛时，邀请有捌豆菜价五线埔的人来参加嘿。妇女团契、少年团契聚会，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亲密。我要特别伫即个遮邀请你，若会当的时，咧恋爱中的人，请你来参加亲密。特别你的婚姻进入你的年龄进入40岁到55岁这段时间的人，请你来参加亲密。40岁到55这段才有人生会经历一个中年危机期，所以我特别要邀请结婚前、拄在结婚了后，以及40到55这个中间中年危机，这个人你若会当来参加拜五暗的亲密。咱的享友会长会有真多甲你分享，只有足水的时间。咱教会真正有真多团契，请你三体祈祷。年老的人就60以上的人，毋通踮厝内互电视看，来参加周间真多长辈的活动，太水的长辈活动，真多新生命伫遐改变。咱总会。中会有真侪训练会，请这青年踊跃报名参加。我想真侪事工，嘛真侪需要咱代祷关心的人，请一组积极
去关心探访。上帝祝福你的手所做，以上报告多谢。即只佫一项补充报告，就是咱每一个兄弟2018年每一个人的奉献明细表，咱有放伫楼骹，也有搭伫迄个白板遐，请咱家己来看，若有错误，会当对咱的过节来订正吼。以上报告。咱即下要来吟圣诗635首，圣诗635首，圣诗635首。愿主旨意得成伫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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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主旨意得成伫地。请咱记入吟诗线，请牧师祝祷。上帝的国要落实伫地上，需要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踮伫咱中间，需要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献出伊的性命，佮流落最最水的假释踮伫咱的中间，成做咱骹前的灯佮路上的光。上帝的国要落实伫地上。需要所有的圣徒欢喜受差遣，进入伫家庭，进入伫社会，进入伫你工作的所在，进入伫学校，通过你的所行所做，影响人，带人归伫主，成做上帝的百姓。上帝的囝儿啊，着真心真性、真力真意，欢欢喜喜、感恩去做成上帝所交托你的，互每一个生命变做有结果子。互上帝通学乐，愿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同行，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别倒，上帝赐福你甲你的家。请长老甲执事，请长老、执事甲团契会长，咱拢留底翕一个相，好无？2019年，长老、执事、团契会长、团契会长请留步，我们照一张总相，然后来请这位经来哦嘿。